伫咧中华新港大渡溪口的蓝仔地，2年半前，外来种荷花米草炭甲真严重。这中华官捌争取千外万的经费，真无简单才甲清掉。不过环保团体即马是搁再发现，伫同一个所在，荷花米草搁开始咧炭，火管府就赶紧来处理。 中华新港这片大渡溪出海口的蓝仔地，2年半前因为外来种食物荷花米草生炭严重，中华管府争取中央千外万的经费，清除26000外平方公尺的荷花米草。但是这阵环保团体发现，同一个所在搁出现荷花米草的影子。1、2年前的时阵，县政府就发包落去清的富花米草嘛，然后今仔过来看，就是遮搁足侪一棵青青的，都是富花米草。啊，有可能是伊时阵清了无定金啦吼，啊，所以互迄籽啦是酒精吼，给它弹出来。啊，所以咱即摆看足侪所在拢有密布迄个富花米草。环保团体表示，这个所在是溪沟的护育区，荷花米草生炭恐惊会影响护育的效果。尤其今年看到的范围炭搁较大，伫7、8公里远的杨仔厝沟嘛有荷花米草。管府农业处表示，若民众发现有通报，拢会第一时间处理。因为它本身是外来种，然后它的生长速度、生长势比较强，那会影响到当地原有的一些物种，所以像这些外来种，我们在第一时间如果发现，就会将它等于说移除掉。荷花米草真后炭根，佮生甲真密，会影响沙麦啊等生物的存活，所以有蓝仔地杀手的称呼。尤其荷花米草的根甲种子会随海涌甲风四界炭，环保团体嘛望除了清理，爱想办法预防生炭，才袂治标无治本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